谁不就家人呀？他不打人，不帮你做。那就如果我们干了不不给。这破烂个弄的，要帮你这个不的啊？帮你这个的，这里的，有一个老的来来。我家家人老那这个都上下个爱吃，大家是可以多拿的，我听见。大家是可以生活可以单的，就是人了。他都没给干部写的，他家全部对不是都有嘛，那时候空了。这大的这是怎么的？怎么的写好写那个呢？哦，大家那个什么的，你要等你跑那个什么口里，哦，大有人看你，当时中了就爆，哦呀，大酒了嘛，不是给了我就打牙子，中招不俺嘛，全国那就是我这个俺搞了几年，对了，俺中牙子，哦，你这个叫嘛叫么子，那得不能给这都叫不叫个你？那那一个人就要个大家高过，人的就要高你。那那一嘛人就要我们高过，对们高级的，这都大家高没有啊？这没嘛，个关键呀，都叫他不在一万三都给他来给。啊，对呀，这没嘛，那我跟人都干都在动的，他得来个。我不的，我把郑州老家。中间的。那个垃圾。那个垃圾场怎么个？我在郑州的白吃的这人，后来弄的多一个弄吃的是的。妈呀，弄快上你的说法结棍的。我啥嘛？这个嘛，我这人光听这么大，我都不看。这他还是没上去呢。这你们在这叫。的给就好了。